新疆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一个省区，不仅接壤8个国家，而且还有众多神秘的地方。其中，在南疆的沙漠地带就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神奇宝藏。新疆总面积约有166万平方公里，大小相当于7个英国，比旁边的蒙古国还要大一些。目前新疆地区约有人口2500多万，不仅有全国最大的县若羌县，而且还有最大的镇罗布泊镇。新疆整个地区以天山山脉为界，分为了南疆与北疆。北疆包括了准噶尔盆地，南疆则大部分属于塔里木盆地。自北向南，主要有阿尔泰山、天山以及昆仑山3条世界级大型山脉。3条山脉2大盆地，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3山加2盆地形特征。南疆之地为天山以南地区，主要以塔里木盆地为主，总面积约有40多万平方公里。不过，仅荒芜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占据了80%以上。盆地整体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平均海拔在800到1300米之间。所以，天山以及昆仑山上流下的河水，大部分都汇入塔里木河，自西向东流进罗布泊一带。历史上的南疆之地产生过众多的大漠文明，西汉时期的西域36国大部分都位于南疆地区，而且现在这里的大部分城市名称都是以古代国家的称呼来直接命名和延续。尤其在和田河上游的喀拉喀什河、玉龙喀什河流域，由于玉石的盛产，形成了很多以和田玉为背景的历史文化。和田藏语的意思为产玉石的地方，由于地质运动以及火山的喷发，在经过和田河上万年的冲刷结果，形成了许多晶莹剔透的圆润玉石。喜欢玩文物的朋友对这里都会特别的熟悉，而且在和田玉石交易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玩者都会每天聚集在这里进行交易。虽然南疆地区文化底蕴深厚，但这些文明的产生都离不开昆仑山脉和天山山脉的冰川融水。尤其在塔里木河与克里亚河流域，历史上的很多神秘古迹至今都还保留在这里，像楼兰古城、米兰古城、精绝古城，以及沙漠里神秘的古董山和马扎塔格山，都是现在很多影视作品的内容来源。南疆作为国家西部地区的战略要地，无论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还是中东地区的石油强国伊朗，若要进入中国，南疆地区都是必经之地。所以这片地方作为处在亚洲中心的位置，不仅战略价值显要，而且地下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也十分的丰富。虽然表面看起来极度缺水，但实质上地下水储存量却异常的巨大。由于国家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开发南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使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80%以上的面积，但这并不能阻挡这片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未来除了建成环绕沙漠一周的铁路以外，沙漠里的公路也将贯穿东西，连接南北各地。而目前位于沙漠中心上万人口的塔中镇，就已经成为了自驾游爱好者向往的打卡之地。由此可见，在不久的将来，南疆之地将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咽喉要地，不仅更加促进新疆与内地的经济联通，还可以便捷地通往中亚以及南亚各地。好了，我沙星，今天我们就简单分享到这里，喜欢就关注一下，我们下期再见。